今日下晡新闻的团队搬来到台南，来到咱的小人乡现场，到在地报新闻，也代表着咱台基台对在地文化重视甲传承。现此时呢，咱当看到在咱的镜头边啊，所现此时到位的就是这王桥的这个队伍咯。在这小人乡呢，会分做王桥、亚钢丁，还有旗牌官三个队伍分开来了解。也讲到这3年一考的小人乡呢，目前是当咧进行，今仔是初七来到绕境的第2天。其中这乡考内面有一个足大的特色，就是必须进行加工灯。这加工灯正做先锋呢，有开路过境的意涵。啊，那这队伍一天呢，平均就要驶30公里，沿路的信众拢会出来看到咧求平安、捡糖啊。即摆咱赶紧连线，互咱的台基记者李新武，带咱来看这现场上盖新的情形。是无？前记者所在所在，今日台南的这个5大乡考节的这个小人乡，会当看到讲今仔日是闹热滚滚、闹彩彩，尤其讲在边啊这个亚钢灯哦，真受欢迎。因为讲咧，主要这个囡仔每一套这个衫裤都无共款，各有无共款的特色哦。这是别方这回特别的定做安尼。啊，咧囡仔咧差不多今日透早4点就出门来装他伪装，就是要来迎接今仔日的第2天的庆典活动。因平均一天呢，要驶咱庄仔头差不多得爱超过30公里遮尔远哦。啊，今仔日伫透早到下暗咧，这亚钢灯会来驶咱17餐穿庄24角头安尼。啊，在咧亚钢灯过程当中咧，巡庄时阵真受欢迎。毋过咧，因嘛是有一寡禁忌。8足今年吼亚钢灯啊停落来的时阵吼，有一个禁忌吼，就是讲咱上街吼得属鸡的，不要去触碰到这个蜈蚣本身。吼，啊，还有厝内无清气上的吼，尽量莫来摸着这只亚钢吼。因为咱即摆这只亚钢灯是咱36天宫72地煞的神明，已经是附伫这只亚钢灯管啦。所以讲吼，上街甲无清气上，尽量莫来摸着这个亚钢。180亚钢是别业原来有啦，但是因拢装文武百官。啊，装文武百官的时阵吼，因的法力无够。啊，阮请上天的天公地煞落来。迄拢是天神，所以这扫除瘟疫的力量吼，一般拢比袂着。除了讲这亚钢灯有做个禁忌以外咧，今日3年一考再出来，这个亚钢灯呢，伊嘛有限定版的亚钢壶。因为相传讲这个亚钢壶咧，伊会当顶啊辟邪，所以真侪民众会摕得要转去求一个平安。另外，针对着这个亚钢灯哦，因过去捌摕到这金氏世界纪录的这个奖项，这回庙方嘛要向这市府来申请无形文化资产，就是毋讲要甲这个顶头永续甲保存落去代代相传。以上是记者李新武伫现场详细状况，咱甲镜头新闻主播。